大家去東京旅行嘅時候，有冇試過趕尾班車呢？又或者有冇試過趕唔切尾班車呢？我自己喺日本 exchange 嘅時候就真係試過一次。嗰晚只係同一班外國嘅朋友即興出去玩，點不知真係錯過咗尾班車。反而呢個機會令我睇到一個不一樣的東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程亞雲，歡迎大家收聽小事化大。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聽過一個英文名詞叫做 liminal space， 中文應該叫做域限空間。咁早排有套電影叫做 Backrooms 就上映啦，咁好多人又開始討論呢一個概念啦。放心，今集唔係講恐怖故事，我亦都冇收到電影公司嘅廣告費。其實我都想有㗎，不過冇咯。對於域限空間呢個概念，就係當一個平時你好熟悉嘅地方，忽然之間喺另一個時間、另一個狀態出現，你會覺得熟悉得嚟，又有啲陌生嘅。例如一個平時朝頭早人來人往嘅車站，喺深夜熄晒燈之後，一個人都冇，咁其實就可以叫做域限空間噶啦。回想翻喺我日本 exchange 嘅時候，呢一個域限空間嘅體驗，我都試過一次嘅。平時有聽開小事化大嘅聽眾，我相信大家一定對嗰班外國朋友好有熟悉嘅感覺，係咪呢？冇錯，今集我又要講佢哋，係啊，老是常出現嘅嗰班外國朋友啊。佢哋呢嗰陣真係精力無限嘅。夜晚黑9點幾，我沖好晒涼，食完飯，正準備攤喺張床度嘅時候，突然之間問我：喂，出唔出去玩啊？咁嗰陣我望一望個鐘，喂，夜晚黑9點幾咯，唔係問題啊，9點幾，重點就係我第二日仲要一大朝早去淺草嗰度搭車啊，去日光啊，就係之前小事化大嘅第14集同埋第15集。如果大家未聽翻嘅話呢，可以去翻 Apple Podcast、Spotify 仲有 YouTube 度聽翻嘅。因為我一諗到第二朝早就要起身搭車嗰下呢，真係好辛苦啊，所以嗰陣我都掙扎咗好耐，究竟出唔出去玩好呢？嗰陣我嗰班外國朋友誠意拳拳係咁邀請我出去玩，嗰陣我都諗咗好耐，唉，人哋難得咁有誠意，不如都係出去啦。其實而家諗翻起都係一個青春回憶嚟嘅。而家我諗我都應該真係 say no 噶啦。咁嗰晚黑大家都玩得好開心，收聽緊嘅咁多位，我相信你哋都諗到個結局噶啦。冇錯，我哋就係錯過咗尾班車。如果熟悉日本嘅朋友，應該都知道東京好多上班族、應酬員啊、OT 員啊。通常佢哋都要好辛苦咁樣趕尾班車噶，萬一趕唔到嘅話，佢哋又會覺得搭的士好貴，所以佢哋都會盡佢能力去趕尾班車。咁好彩日本喺呢方面嘅配套都做得比較好嘅，至起碼有啲一人錢嘅 coffee shop 啊，或者 K 房，有埋沖涼房俾佢哋可以休息下。至於我哋呢班窮學生咯，又冇錢搭的士啦，唯一方法係點啊？行路返去宿舍啊！咁好彩距離又唔算話好遠嘅，平時幾分鐘嘅車程大概行咗半個鐘頭左右啦。但就係反而呢半個鐘，正正成為到而家我都仲記得嘅一個回憶啊！一路行返去宿舍嗰陣，我就覺得宿舍附近嘅民居真係好安靜，每家每戶都熄晒燈，休息緊，係偶然間有一兩架車經過啫。平時每日經過嘅便利店、住宅區、小街道，全部忽然之間靜晒啊！我覺得我哋幾個就好似進入咗另外一個空間咁樣啊！連平時經過嘅車站都已經落咗閘、閂咗門，咁售票機全部熄晒燈。明明就係一個日日經過嘅地方，但係又好似同平時好唔一樣。
我諗呢個就係域限空間 （liminal space） 最吸引嘅地方啊！熟悉、陌生嘅感覺一次過都存在啊！嗰晚一路行，我真係覺得好舒服啊！所以我有少少忍唔住一邊行一邊哼歌啊！不過呢，我都只係唱咗幾句，咁我就停咗啦。梗係啦，費事擾人清夢，嘈住其他人瞓覺嘛。其實而家諗返起，都係好彩嗰陣錯過咗尾班車。如果嗰晚黑我哋趕得切嘅話，我諗呢個結局太正常啦，唔會有人記得個咁正常嘅結局發生緊啲咩事㗎，因為都係好似平時咁過一日啫嘛。就係因為咁樣錯過咗，我先可以體驗到域限空間嘅神秘感啊！體驗到另外一面嘅東京。有時候去旅行最難忘嘅唔係打卡熱點，可能就係嗰個完全冇計劃，甚至有少少狼狽嘅時刻。真係估唔到一個偶然錯過尾班車嘅機會，就可以成為一個令我難忘一生嘅回憶。今集小事化大就嚟到呢度，下一集耳朵遊日本，我會繼續帶大家分享更加多日本 exchange 難忘嘅體驗。我係程雅韻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